大家好啊！嗱，之前朗天峰咧有個單位就460幾萬兩房賣翻嚟，依家就放賣。咁依家睇下值幾錢，同大家上去望一望。當時開賣嗰陣咧，市場係非常差嘅，所以咧發展商開價都保守，所以基本上二手成交咧全部都係賺錢嘅。而當時講嘅接駁巴士咧，依家都已經開始用緊㗎啦。嗱，嚟到單位啦，咁啊睇翻個景觀先啦。呢個係屬於元朗市境嗰個方向，單位就395尺左右，高樓底啊，3.5米。當時咧係咁講話呢度高樓底嘅。當時發展商咧都俾你揀要唔要家私，咁業主就揀咗要。而業主買翻嚟都成460幾啊。咁依家嗌緊咧就差唔多520萬左右啦。其實除咗呢度咧，其他地方都賺錢嘅啦。其實嗰陣時你肯賣就 OK 嘅。呢度全部隔音玻璃嚟嘅，咁其實房入邊就靜好多。洗手間啦，其實嘉里嘅收樓標準其實真係幾靚嘅，你見啲冇乜瑕疵。業主係全新未住過啦。如果你話當時唔想冒風險嘅，睇下現樓，依家咧就大概500幾萬。如果你市場上咧呢啲唔多，暫時呢間已經係市場上比較平啲嘅。想買啲全新嘅兩房咧，500零萬，可以留意下呢度咧。